讲真话。我们项目经理都说了。项目经理说了，刚好一张卡，团队经理不搞了。1、2、3、4、5，再找一个6个。找一个就会翻译这个，那个翻译怎么这样看吧。是呀。都可以去吗？是呀。中央电视这样看吧。这是以全面政治新闻31号不回来了。不是31号好像是消失面试。哇。香港特别行政区刘老二等特别行政区好几页啊。30号是吧？新春快乐，我叫哪个年啊8月5号，8月8号现场采下面插播一条新闻快讯。 5号、8号、9号有采访。有限公司。交的人多，交的